若看眼嘅专题报道，现时我国的天然来源超过70%系以是烧炭、烧油、天然气也到化石燃料。温室气体超过1亿7千万吨，占全年总量嘅65%。污染空气也是指到环境暖化嘅国家哦。喺再生能源技术目前普遍的使用以前，政府希望4年提高使用排碳量较少嘅天然气发电的比例。不过天然气发电成本较高出哦，天才会影响到电价结构。同台湾中央各某马嘅自由能源的日本，佢出价呢来开采天然气，今年头还对深海当中嘅可燃冰成功嘅分离出天然气。台湾电沿路黑海，南白黑美时的对呀，取得清强嘅燃料，未系政府同后界研究嘅重点。西草有250公尺安高，色彩大艳的烟囱汉，喺台中火力发电厂上人注意的地标，一下喺阿祖天然台火力发电厂，总发电容量有578万千瓦安多，规模等于喺2座核西厂。包含台中电厂、台湾20座火力电厂，供应全国77%的电。民众用10磅电，就有7磅喺意思烧石炭、石油同天然气来源。向数里片的电力，同时没产生的空气污染同温室气体的问题。燃煤来讲的话，其实它原来就有它的碳、它的硫分，它可能有一些含氮，那么还有一些含这个灰分这些，燃烧之后排放了呢。那它就会有粒状污染物，还有这个硫氧化物、氮氧化物这些等等的主要的空气污染物。现在烧石炭发电，1磅电成本抢1.8亿元，比天然气含国石油还较大。故做台湾火力发电535用石炭做主要的能源。不过，像台中电厂1年烧石炭排放的二氧化碳就超过3900万吨，对大气影响等于係倒退39億頭數的，面積超過18張玉山國家公園，全唔合乎國際減碳的潮流。燒鐵過後的硫化物也條含造成空氣污染同燃料微粒增加，係環保團體抗議對象。因此，我國蠻普遍使用再生能源。照台電估算，未來10年燒石炭電廠還會係發電主力。環保署表示，搶做嚟透過3批改善，提升發電效能來控制碳排放量。燃煤電廠必須是有淨煤技術，加上碳捕捉以及碳封存的技术一起进来，这样才能够把燃煤电厂所造成的2氧化碳的排放量降低到跟燃气电厂一样。比到愛講大對環境的破壞，排碳量比石炭、石油大約為一般的天然氣發電比例年升年提高。不過我國自家無能源救上的天然氣亦是進口，燒天然氣發電價是同貴，桃園發電成本為4億元，台電1磅電漲賣2億人，等於係賣1磅了1磅。參考同台灣享用無天然能源的日本，廿多年來促進開發各種天然資源。今年初已經突破技術，成功地海帶開採人工係可燒冰的天然氣水合物。這次日本是用減壓法，然後只是短期的，所以他們未來在2014跟2015之間，他們還做第2次，那一次的時間可能會拉長，然後主要是要證明就是說。海域的可燃冰它是可以連續產氣。我們大概是加壓200到300大氣壓，然後模擬在深海的一個環境。研究人員當地模擬低深海高壓大溫的環境下，甲烷未就係人工的天然氣結冰的情形。對電源係海嘅台灣來講，未代表海帶有豐富的可燒冰。最近智庫中央體質調查所的資料看得出，一下台灣西南海域600公尺以下海床可燒冰的量，漸漸有5000億立方公尺，按算做得提供台灣用65年。從我們剛剛所講的一些數據它量很大，所以它可以
可以满足我们国内的这种自主的这种机会哦。目前我们是做好就是西洋海域的基本的地质调查了，那我们现在就是还需要，如果要突破，就是要先钻井，去确认它真正的分布情形。我们要开采出来不会污染到环境，或是说它可以有效的开采出来，这是一个技术啊。基本上可燃冰是跟化石燃料是一样的，它是用不同的形态蕴藏在